斗門的有錢人，請看過嚟，呢套房9.9成新啊！外地業主裝修好之後，基本上冇點樣過嚟住過啊！重點嘅係大橫廳設計，超長跑道大陽台啊！重點係望我哋小區園林嘅，咁大嘅陽台喺度燒烤都冇問題啊 ！OK 噶，115方橫廳大三房，做咗現代簡約風啊！你睇下，嗱，成個廚房都係新簇簇嘅，都未煮過飯啊！入門鞋櫃都同你做到頂噶啦，每間房嘅採光都係 very good 嘅。買過嚟直接拎包入住啊！至精之所得，業主贈送埋家私電器俾你啊！筍到冇朋友，小區出門呢，就係我哋萬達廣場同埋專五苑啦。實驗二小同埋珠峰中學都在家門前啦，生活非常方便。主人房都夠晒闊落嘅喎，仲整咗個 L 型衣帽間，衣櫃嘅設計正啊，兩面都可以打開噶，真係第一次見啊！呢個衣櫃設計夠晒好用。衛生間做好晒乾濕分離啊，價格非常美麗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大膽嚟問價。